了这台平安。感谢主，互咱个会通用欢喜的心情来到上帝殿里吼，咱是真福气的人吼。因为外面的人遐尼济，因有因的工课，总是咱会通先来敬拜上帝，这是咱上大恩典。对年初到即摆已经8、9个月吼，外面的即个不管疫情、要上，抑阁是安尼甲阮继续遮尔严重啦吼。但是咱看，上帝互咱台湾遮尔安静，吼，无受到即个疫情真大影响，伊嘛是互咱稳定。但是咱嘛是要继续去注意啦吼，咱也是共款，咱的入口有量体温，啊嘛爱喷消毒的迄个酒精啦吼，咱也继续爱个毋通放松吼。啊，若是感觉咱有发烧还是无爽快，咱就暂时咱就莫来教咱用迄个视讯来祈祷。恩典满满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听阮的台湾每一个百姓，你的怜悯临到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。所以讲，抑阁一个人也毋捌你，愿你圣神的感动，互较侪人通过安尼来认捌你。阮真欢喜，今日通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愿你即时圣神临在阮中间，通过传道，将你的信息要开挑阮的时，互阮会通搁清楚知捌你爱阮所了解、爱阮所行遵行的旨意。但阮从今仔日的服侍，不论讲台、教台、书礼，还是献诗，每一个献的姊妹，阮的心拢恭敬交托伫你，求你来祝福，求你感纳，祈祷感谢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请大家掀开圣诗第369首，369。好，掀着咱为第一再来唱哦。好，咱为第一再来唱。고고 다슈고